来看到台中后里马场马戏团的表演，今仔日伫咧准备的时候所发生意外，有一个外国的表演人员对4公尺悬的所在跌落来，全着伤。也台中港关联工业区台湾汽车玻璃公司有一个员工伫咧进行污水槽加油的作业，所以唔知什么原因全跌落去污水槽内底，不幸死亡。也今马市府已经针对2件案件启动劳检调查。 伫马戏团外口排队买票，台中市后里马场假日人袂少。不过，初一暂时11点左右，这15岁沙林瓦多一个表演人员伫更数表演前准备工作时，无细力对4公尺悬的所在落来，造成多边大腿内边刺伤，也有多边改变骨头断去。今天早上在做这个表演前的准备工作的时候，因为他在测试是钢缆嘛，就不小心摔下来嘛。后里马场发生劳工坠落受伤。 已派员实施劳检，如查有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相关规定，将采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台中市府讲已经派人去检查，15岁伤者有合法的工作许可，事发了后送部入丰原病院去治疗。同一天，伫台中港的关联工业区的台湾汽车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早起发生员工交接班时，这64岁姓陈的员工。 进行污水槽的加油作业了后，找无人，通报消防局来抽水了，发现已经明显死亡。我们就派我们同仁着水域装备立即下去，利用那个拦式担架将他救出，移到那个污水池上面的平坦处。那因为他尸体已经僵硬，所以后续我们就交由警方跟家属处理。 这员工死亡原因也等待调查，台中市路检署已经要求业者停工改善，后续检查若查到违反执办法，会处3万到30万块的罚款，并且看违法的情节移送司法机关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